好来，乡亲继续来看这个国中甲高中的学生注 BNT 的疫苗，今仔日是第2天。台北市的太北高中将近90成学生拢愿意来注射，当然也是有一寡同学会来紧张，所以学校特别请这个钢琴老师来到现场，弹钢琴帮学生来放松心情。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共款，伫个身体也是有学生注完预防针了后来新针。依然是有学生要注射进前体温伤高，无适合来注。医师嘛提醒着家长，囡仔注射注了2礼拜内，要帮忙来注意着囡仔身体状况。好了，我帮你保护啦。好，呼吸。看到这么长的针，尚未紧张 ，BNT 疫苗开始注第2天，学校嘛做好准备。为着让学生放松、减少心针的状况，找音乐老师伫现场弹琴音乐。是有啊，多多少少有舒缓我的情绪。怎么说？你今天来的时候有紧张吗？来的时候，对打疫苗会有点紧张。一开始走进来坐着等要接种的时候是蛮紧张的，然后真正坐在那边等他施打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已经平复了。我们特别安排用布幕把施打注射区是围起来，不让孩子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会看到其他同学施打的过程，免得造成心理的压力以及恐惧感。不过每一个人的体质拢无同，难免有突发状况。新竹一位18岁女学生注疫苗了心针，规个人疯送到休困区。经过了解，原来是前1天肠胃炎，无排除心针是和前1天肠胃炎造成的身体无爽快有关。休困了后状况有较好，嘛回去厝内休困。伫宜兰某学生注射进前体温偏高，有来到37度以上。是他先去阴凉的地方休息一下，大概15分钟半小时，我们再确认，如果体温已经降下来，那基本上还是可以吃。详细偏高需要真注意，毕竟 mRNA 疫苗是头一摆注伫青少年的身上。医生提醒，接落来2礼拜要注意身体状况，避免激烈运动。